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插嘅馬健康快車快喎，咁啊見到睇下有咩馬想搶先，中間星月飛雲都前啲啊，尾二線路滿貫啊，暫時大渡口咧就威力飛騰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幸運堂啊帶啦，冷蛙就一路跟佢埋響呢個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有方糖冇事啦，阿基拉灰馬第4啊，第5位咧外邊黑衫就飛馬座啦，馬林中間紅衫有健康快車，黃衫咧入邊位置傑出雷霆啊，咁啊外邊追嘅馬星月飛雲龍虎精神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，前面透出嘅馬就冷蛙佔先少少嘅啫，埋邊幸運堂啊，內欄喘上嚟嘅嘛，有增強啊，咁啊中檔位置傑出雷霆啊，最出嗰邊呢就係呢隻線路滿貫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增強喺埋邊一喘上嚟，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贏出呢場賽事，傑出雷霆就第2，第3名呢，好似埋邊嗰隻呢。幸運堂係咪過翻隻冷蛙呢？就好接近嘅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增強喘內檔上啊，咁啊拋甩後邊嘅對手，重開勝利之門啊！傑出雷霆第2，第3就壓上壓落嘅，好接近啊！紅衫係幸運堂，藍衫5號係冷蛙。洛飛得手啊，增強啊，布文夾住何言，第2傑出雷霆，第3好接近喎。